因為佢生前講過話，佢想臨尾最後一刻有一罐啤酒，有盒燒鵝，咁就於願足矣咁。咁我哋就喺成個塔德嗰度撲份燒鵝俾佢，同埋撲罐台啤俾佢。咁就好神奇啦！我哋將盒燒鵝大概喺8點正嘅時候送到去入去俾佢。咁嗰個心跳機就係喺由50嗰下開始慢慢跌到變水平線。我哋覺得成件事係阿林生係知道我哋準備緊啲嘢俾佢，去等緊嗰最後一刻咯。因為感受到罐台灣啤酒，直接係一罐啤酒嚟冰一冰佢塊面，一路就喺度話：你唔係同共產黨鬥長命，點解你可以咁早走先嘅咩？呢位手足其實同林榮基只係識咗2年，年紀相差半百，但對 Y 嚟講，佢係自己嘅 Uncle Lam。串下佢又會串下我哋，即係我哋嚟到唔讀書好嘥喎。咁其實佢就好鼓勵我哋讀書，咁佢亦都有贊助過某部分嘅手足喺台灣升學嗰邊啲教育學費。不單資助學費，仲成日送書俾佢哋。一路都好堅持話，俾讀書人睇書係唔需要收錢，因為佢覺得我哋係可以喺未來嗰度可以翻到煲底，可以建設翻民主。煙同啤酒係林榮基生前最大嘅喜好。阿 Y 同佢相識冇耐，就已經勸佢食少啲煙。但係佢每次食煙都會話，佢係點緊一份希望咯。佢話個社會太黑暗，香港政治環境都好令人覺得沮喪，要食多啲煙。即使後嚟身體越嚟越差，天要收佢冇咁易。佢話佢硬骨頭嚟嘅，會撐落去，即係叫我哋俾心機啲讀書，唔使太掛住佢。佢話叫我哋讀書做個有用嘅男人。係啊。上個月佢終於大學畢業，本來佢留咗屋企人嘅位置俾林榮基嚟睇畢業禮，但林榮基驚肉麻，所以唔去，話再約第2日影相。可惜歲月不饒人。阿 Y 尋日收到消息嗰陣，去醫院前首先衝返屋企拎畢業袍，然後再趕過去醫院同 Uncle Lam 影咗最後嘅合照。曾經大家嘅電話 App 一定有佢嘅存在，佢唔怕權貴，敢於踢爆。當然咧，亦都有做得唔好嘅地方。無論點，佢值得喺歷史上留下一個記錄。由追光者主辦嘅蘋果珍藏特展，6月19至7月15號喺台北舉行，一齊備份蘋果，記錄香港。